续来看这件枪击案，相关是透早5:41到现场来埋伏，为出手甲家人断事，前后只有短10秒钟。过程冷静，手法马切，看会出来事先有真周全的计划。家属讲，林士杰真爱爬山，枪手疑似是掌握到林士杰生活习惯，知影伊几点要出门。警方即摆要回溯来清查，要看进前这几天。 枪手是毋是有来勘察地形？要甲枪手甲接应的人员总清出来。今日透早5:41，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真紧行过，准备埋伏。5:43，助理开车登来目久，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士杰为出来行出来，去车顶摕9人要放伫顶仔卡，想要到这中间所谓机动，早就已经互人监视。穿乌衫的查甫人紧紧上等林士杰，佮行出顶仔卡，抓准时机为巷仔内冲出来，向林士杰近距离开棍仔枪，短10秒钟，害人的过程冷静，骹手溜掠，嘛互人怀疑早就计划好势。 面册顶悬一张爬山的相片。根据了解，林士杰本来就有爬山的习惯，今日早起5点整理装备，嘛是为着准备爬山。知影伊平常时拢较早出门是去对吗？去，讲今仔要爬山。凶手敢若对林士杰的行踪真了解，掌握伊的生活习惯，清楚出门的时间点，抓准时机来埋伏。警方今麦要回溯清查，事发前几天凶手是毋是有来勘察，搁靠要追踪接应的人员。 听到消息，林士杰的查某囝，民进党的台南市议员林依婷表情沉重，甲老母赶到殡仪馆，是马口无目屎。若凶手到底是啥人预谋杀死林士杰，搁要等警方来追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